按路線行駛，不是誰能改變路線，誰無誰地點，亦一樣人定，誰在改變路線？別高興，別以為改得到，萬架千架都會依你路線來運行下一世。別理誰叫車長，別要搶。誰不需日日路線變，該會他年輪迴今次路線，18區行遍香港港九界，殘酷過一日有。別高興，別以為改得到，萬架千架都會依你路線來運行下一世。別理誰叫車長，別要搶。千家都會依你路線來運行下一世。別理誰叫車長，別要搶。巴士最高，誰改誰不需一日路線變，該會他年輪迴今次路線18區行遍香港港九界，殘酷過一日遊。